伊那好么呢？上边的个老是旁边个老家吃嘛，面吃面嘛，边是要3个路，然后有你的好能少路来的吃铺嘛，吃个来爱讲的嘛，怕个家口，炒酱吃个，么个那吃炒，个讲的嘛，怕来的口，怕叫个口咯，嘛太有吃松药也吃样的排他嘛咯，苗包提啊。在这地方有朋友苗忙哎，来看药，那个吃的呢，一看无聊，苗看到道路，这叫的要快肉买来我他们了，苗不会话的是那会，吃牌你们家了买了，哎呀，一看见就小苗讲，有些看菜头，这弄了。会按这样呢，大家会快速弄了。么个呢，忙按的有些行菜皮皮，有很多呢，标的弄了，来切牌压了买了。还好，苗族配包会话，哎呦，还要有些行菜皮小苗讲，都道路按在叫。大家会快肉买了，后来都呢是把巧克力机，后来都买了，家里头讲后来大家他个也没买了，伊那阿边行的一样，都买叫个口，阿边行阿达面，包比钱啊了，后面包钱家的了，阿个你看呢，阿有个，阿那叫个，包钱啊边行，阿达面包样比钱啊。俺那好么？后面的家在家了，哎，好的，牛个还有个毛个搞大的呢，包比钱啊，咱们，包比钱个，提包钱来呢，送包钱炒买了，啊，别好的些了，啊，当白包，送旁边啊，别行比钱，哎呦，个那点米行，他旁妈妈看，我都汤。让他的叫买了，个那点米行叫，哎呦，大伙一下没啥，哎呦，便宜一下没啥，哎呦，大伙他帮忙靠点哦，把那条买了，哎，好听啊，上旁边要呢，啊，别行苦了没，我就没有看那米行要嘞，苦了买了，啊，别行得急了，会吃牌后个家来买了你，啊，后个那点米行叫呢。đại hùng cái nông lô xong phàm yết khu mi kháng in nông lô lệ nhìn giá là mẹ rồi khuyên ngay bố cho à bia ha à cái chết à à yêu khai giá yêu gì nào lu à yêu mi kháng biết sao à yêu chốt gì không biết sao xong phàm yết khai mà chết gửi mẹ à mẹ à tôi để gì là khơi chi yêu hai con xe yêu hai người kháng有哈表毛有哈个毛就比较，上旁边那么长毛，切路买嘞，也别个老个有个毛苗了。你用听我边行，啊就比钱啊那个呢，啊边行，个那点米行，那上旁边苦了多浪买了，多浪个叫啊要走路看那米行，听那买书就过来买了，买书就过来买，我也没呀，哈靠嘛买就没才去啊。买书记过来呢，啊别行，你车牌比较难买了，一季都没行呀，在家都买了，什么都买了，我季都没行跑，我也买了，在家好，我们家也没买了，我们家在家都买，啊一季都没行跑一旁了，么个那面呢，吃粥看那没行个，第八天那也买书可呢，啥个在旁了嘞，上旁边别行买你，怕被车买了。后来请个包，啊边还稍微让忙，嘛看他去，一季都没行钱买了，哎呀一季都没行钱不但呢，啊那哎呦那是那会，那个面筋也汤不买，面筋也少买了，他们那面那么长忙钱啊，也想个了，面不会干嘛适当买，哎好，面那么长面嘛个忙忙请个叫。俺家那还吃了，小时候面讲也去倒卖，也去烫，也去都卖了。他们呢，
啊都得自己，可老切家人还跟我们切弄，别人嘛抢我们切弄了，有哈人嘛抢我们切弄了嘞，还有个看哦，哎呀嘛家不单呢，可也一不单呢咯，所以听话别行不几笔钱啊那个呢，哎呦，现在弄的行，一都没行跑，钱呢跑也不单呢，啊是啥人啊？哎呦，米呀你还叫哪个没了？后来米也个么没了，嘛个么，嘛个包不单呢听到听下个哩呢。哎呦米呀，嘛喝啊没，啊但米也没，那么你头啊太久了，很累没了。现在几泡呢，嘎嘟嘟，毛来嘟嘟嘎嘟嘟，哎呦么你了，你那炒面个鸡，么你有好也没了，我们吃好大了，啊不然还几头么来没了，起来没了，哎呦起来不但呢，啥了没，么你太久弄了，么喝啊来带弄了，听切怕怕家了没了，哎好大米，哎忙切呢，哎呦么你我操要难，太久个没没了，后来他把这家写叫呢说呢，就好海楼表没了，哎好米那么炒么，哎呦切要没了，哎我听我别行就怕比切啊那个呢，哎呦天下火火了呢，不在。啊，就后来呢，啊，别好弄下头现呢，莫里个叫了呢，俺老奶老来呢没，让天下的，说现在老奶婆啦，么啦，让现在老奶奶后，嘛现呢，嘛老奶奶呢，就去爬起来没了，啊，跟我们切弄一头，啊，别好的一了回，跟我们切，上爬面还要忙。哎呦，让谁要老奶奶忙，啊别还吃没了，他们呢都白天呢，米啊都要去比吃了就家里头，好忙的嘛，上头说说米那么强忙，吃肉吃草，路没来和老话有个么呢，啊别还得一了会，包比吃个得包吃来哦，从包吃吃不得呢，啊不然还不得呢，哎呦，米有少吃多了。米看啥？啊别还不得呢，一起来拉去面拉别了呢。啊别还不得呢，米吃好的讲究也够了没？了，他们那都得一来回去，你妈拉少呢，面那么强嘛，吃个鸟的是，别看后来那么样来回个你的呢，面到看我要回来话有个嘛，要那回答他面少就可以喽，阿门。